再来看经济部长郭志辉去年提出讲，伫菲律宾建立电脑，结果送转来台湾的供电计划，也毋过引起质疑。经济部评估报告嘛指出讲，一度电的运输成本得要5.5块，成本伤悬咯。部长今仔日伫反应时表示讲，3档后绩效应该会大落，未来经济部会实地去考察。为着满足企业热电的需求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去年10月提出去菲律宾理送岛起再生能源厂，而且把热电送转来台湾的想法。不过评估的报告顶一日出来，一度电运输的成本要甲新台票5块半，等是宣告目前这个计划是真好执行。针对这点，国民党立委张家军质疑讲，日本、韩国甲欧洲部分的国家拢伫咧重新启动核能的发电，是安怎台湾还阁要开大条钱去菲律宾种热电？这敢是代表台湾的能源政策失败的？台湾却宁可向菲律宾买绿电，用船运来，也不愿意讨论核能，这样子是为什么呢？跟委员报告，这不是台湾宁可。刚刚部长也说明了，这是一个可行性的评估，评估的内容包括很多种，包括这个方式是否可行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进一步说明，虽然评估报告内底预估的成本甲经济部1度4块的目标无同款，不过按算3年了后，绩效都会大大降低，未来也是有可行性。到菲律宾去种电，或者是设置这个风电设施是可以做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实地的去考察。我们台湾现在目前这段期间，不管是备转容量或备用容量，都是绿灯所以没有电力不稳定的问题。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拍拼和再生能源相关的配套较周知，不是重新启动核电行回头路。根据能源署最新的统计，去年2024年国内用电量是2833.5亿度，是历史上上济。其中工业部门用电量是占上济，不过发电的结果嘛有明显的变化。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头一届超过1成，像天然气发电嘛头一届超过像土炭，核能发电敢若占4%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